高鐵確定要通到宜蘭，立法院交通委員會今仔日去設站的地點考察，針對420公頃這高鐵特定區的計劃，縣府表示講月底簽完地籍了後，就會公開展覽。也鐵路局是希望在明年中就會當完成內政部的審議。這間建安標挖鐵基路，未來就是高鐵延伸宜蘭岸設站的一定地，附近大概420公頃，就是高鐵特定區。標內嘛是高鐵站特定區權益促進協會中心。高鐵延伸宜蘭的計劃，行政院核定了後，爭議不斷。立法院交通委員會27去宜蘭考察。那這位置也是剛好是在宜蘭的中心點，它可以兼顧西北跟西南區域的一個均衡的一個發展。鐵道局就指出，高鐵延伸宜蘭，攏總有60.6公里，甲翡翠水庫集水區閃開。預計核定了後，11檔內會完工。也若即賣設站，會使甲溪北、溪南並行發展。也若外界關心的420公頃高鐵特定區的計劃，縣府就指出，預計月底會甲地籍簽完，辦理公開展覽。那這個部分目前我們都在縣都委會在爭取我們的委員當中。高鐵延伸宜蘭建設經費大概有3000多億，外界除了這個經濟效益，特定區的面積有420公頃，合理性嘛，互足儕人質疑。目前縣府特定區的規劃包含車頭專用區、主體區、商業區，還有產業專業區等等。有民意代表就建議，宜蘭定咧落雨，閣欠室內場館，會當評估佇咧特定區起大巨蛋。所以也可以評估新建大型室內的多功能的場館，那朝着宜蘭大巨蛋來方向來規劃。我們把這個用地目上可以允許的方式留下來，比如說會展中心，如果是地方政府要自己蓋的，或者是經濟部要蓋的，那是另外一個建設計劃。鐵道局表示，希望明年年中高鐵特定區的計劃會當佇內政部審議完成。也若是不是要去大巨蛋等等會展中心，攏會先保留落來。也若特定區範圍有400公頃，鐵道局嘛強調，大細愛滿足高鐵上輕的債務，還有地方的需求，而且都要經過都市計劃草案規劃，縣甲中央的都委會審議過程當中，攏會讓民眾來參與。記者綜合報道。